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县文化局举办母语燎原计划成果发表会，向民众来呈现着这一年来推动母语教育甲文化振兴的成果。 为着让更多民众重新亲近母语，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今年赴文化部的补助，推动南投县母语燎原计划，为各式音乐到戏剧表演，用趣味方式陪伴无共年龄层来接触台语文化。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计划，让孩子可以去学习，听懂母语，然后会讲母语。但小纪老师希望透过趣味绘本，让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学母语。有看到台湾少受伤，就送去急救，囡仔会烦恼来关心这个生态，来读了会当对咱的生活有一寡注意推测。 2005南投县母语燎原计划活动，期待大家嘴讲白母话，接讲嘴会顺，愈讲愈骨溜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